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3月19號星期三啦，咁今日都要繼續跟進下咧，長和出售呢個44個港口碼頭業務俾 Bedrock 同意大利嘅營運商咧，引發嘅風波。我形容咧，而家個發展咧，似乎都去到一個接近鬧劇嗰個水平。因為各方已經開始我甚至形容有啲即係失去理性啦。就無論係國內嘅一啲批判聲音，以至係香港本地，我哋過去覺得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咁穩固，我哋因為有自由經濟，咁但係而家似乎發展到咧係個別有啲報章主流報章嘅社論咧，我形容都幾奇怪，甚至有啲荒謬，係甚至叫特區政府咧考慮修改法例去規管今次長和出售呢個交易。咁但係先講咗咧係《華爾街日報》最新嗰個報導啦，咁我覺得都即係幾重要。佢講到咧，其實大家都知㗎啦，今次長和出售呢個港口碼頭業務，引起中方不滿，由上星期中聯辦、港澳辦轉發大公報嘅批評文章，而且係2次轉發，咁已經好清晰見到咧係一個官方立場。如果仲有啲解讀話呢個唔係中國官方嘅意見咧，似乎就無視咗呢個現實。咁唔係單單咧係個別1-2個地方或者係中央官員，因為《華爾街日報》嘅報導都提到啦，其實今次已經係去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嗰個水平。咁形容咧，今次《華爾街日報》咧係引述知情人士話咧，係習近平嘅原本計劃咧係將巴拿馬港口咧係作為同特朗普政府談判嘅一個重要籌碼。咁但係咧，因為今次李嘉誠出售呢40幾個港口，當中包括巴拿馬呢2個港口，變成咧習近平手上咧喺談判嘅時候咧就冇咗一個重要嘅棋子啦。咁變咗咧係令到習近平咧對今次嘅交易咧表示不悅，咁甚至認為咧呢條運河因為佢有咁嘅意義咧，而習近平本人咧亦都唔喜歡咧被描寫成為輸家。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個咧已經係去到即係中央政府國家領導人最高嘅層次。咁好明顯啦，係成個交易咧係習近平本人咧係有意見嘅。咁當然習近平有意見係咪代表李嘉誠唔可以賣呢？咁其實呢個亦都喺報道入邊提到啦。雖然習近平唔開心，咁但係要阻止今次長和出售交易呢，其實並唔係易事嚟㗎。因為將佢被出售嘅資產呢，全部係喺中國大陸同香港境外，而交易各方呢，亦都表示有信心可以完成交易。咁當然啦，今次李嘉誠今次咁嘅部署咧，係令到習近平好難堪啊！因為一方面咧，係北京必須明確表示長和喺未事先知會佢哋嘅行動嘅時候咧，係感到憤怒，以維護咧習近平本人強人嘅形象。咁但係北京亦都意識到啦，任何破壞呢種交易嘅重大舉措咧，都可能加劇中方同特朗普政府之間嘅緊張關係。咁呢個咧，其實都好明顯咧，講緊而家點解我哋見到喺無論係國內嘅一啲評論啦，以至係香港一啲即係所謂知名人士、一啲前特首，都係用一啲咁嘅擦邊球方式係批評李嘉誠，話佢可能係出賣民族大義、出賣國家利益，用呢啲咁嘅批判性嘅語言咧，係去批評李嘉誠。因為實際上我哋見到咧，其實法例上咧對呢個長和今次出售嘅交易咧，其實可以做嘅亦都唔多。更何況咧，我之前都有提過，而家長和喺香港同內地嗰個收入咧，其實已經跌到大概係1成左右。相反咧，如果喺歐洲其他地方咧，其實喺嚟自長和、嚟自歐洲，包括英國嘅收入咧，已經係接近超過50%啦。咁你見到咧，其實李嘉誠喺呢方面咧，其實早有部署咧，係減少緊咧喺內地同香港嘅投資。當然好多啲批評咧，都係已經訴諸到去到情感上啦，或者係唔係太理性嘅一啲批評。內地頭先講即係大公報嘅評論，話李嘉誠係出賣民族
出賣國家，呢啲好明顯係一啲片面之詞。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咧，網上好多虛假嘅消息啦，又話唔知禁制邊個出境，咁大家喺轉發或者係評論呢啲消息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係用一啲官方以至係一啲比較可信媒體嘅引述消息咧，係比較穩妥一啲。我哋留意到咧，其實喺明報啦，一個即係香港最重要而家仍然係主流嘅報章入邊咧，係可信即係可信度比較高嘅一個本地報章咧，喺星期三當日出報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消息咧，提到長和呢個交易。明報係比較早咧，係講到呢個交易受到係中國官方報章嘅一啲批評，佢係比較好早期咧已經提到，但係喺今日嘅社論入邊咧，我就見到有啲比較奇怪嘅情況，因為喺今日嘅社論入邊咧，明報嘅社論提到咧，佢個標題咧係用一個所謂長和賣港口牽政治波瀾，依法依規維護國家利益。咁我見到咧，其實喺今次佢個社論入邊咧，已經係都講到咧，今次長和出售港口嘅交易咧，並唔係好似長和講到咁咧，係一個在商言商嘅交易，背後咧係有華府嘅身影。咁而更加奇怪咧，係明報咧，佢係引述咗好多唔同外國嘅案例，包括英國、美國，亦都係話喺一啲重大嘅國家安全上咧，國家都有身影咧去干預呢啲咁嘅交易。咁甚至乎最終咧係呼籲特區政府咧係應該檢視手上嘅法律工具，睇下有咩方法咧係可以妥善處理今次事件，又唔會影響到一般營商嘅交易情況。咁我覺得喺明報今次呢個社論入邊咧，我比較奇怪係佢引用譬如英國嘅案例啦，但係其實英國呢啲國家安全嘅對商業嗰個影響咧，一般都係指咧外國嘅一啲交易涉及英國本土可能有啲收購，以至係譬如美國講緊禁制華為嘅設備使用，咁呢啲咧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國家境內嘅一啲設備使用啦，以至係一啲重大嘅金融交易啦。咁呢啲係無可厚非嘅，因為呢啲係真係可能涉及國家境內嘅安全。但係正如我好早已經提出咗，其實今次長和出售呢個港口碼頭咧，並唔包括中國同香港。咁點樣可以將英國、美國呢啲咁嘅案例咧？同今次嘅事件相比咧，其實根本就係唔係一個同一個水平，或者係根本係個比喻咧係完全不妥當。咁但係明報就用咗啲咁嘅案例咧，係形容今次長和出售交易其實都係應該唔係單純交易嘅，都係涉及好多政治嘅因素，甚至乎亦都最後提到啦。如果特區政府咧係有責任咧，檢視而家本港現行嘅法例，睇下係咪有權力可以處理長和賣港口呢個案例。如果係本地能夠處理咧，就應該比中央出手更佳。咁呢個其實呢啲講法咧，我覺得都幾奇怪，甚至有啲荒謬。咁既然香港已經有現行嘅法例去規管呢啲喺中國同香港境內嘅交易，咁點解你又要提出話要修改法例咧？其實正如我好早提到咧，今次成哥嗰個部署咧係即係相當之巧妙，亦都唔可以唔佩服佢老人家96歲仍然有咁多先見之明。包括第一就係佢冇出售港口碼頭嘅時候咧，係保留咗香港同中國嘅碼頭業務。咁最初我嘅解讀咧係保留香港同中國都係一方面向中央示好啦，就至少我冇即係出賣香港嘅港口碼頭，我仍然都係睇好呢啲咁嘅碼頭資產，儘管佢個盈利增長咧係，但係亦都係全部碼頭入邊咧係增長最慢嘅。講緊嘅收 EBITDA 咧係大概升3%嘅啫，咁但係佢仍然保留。咁呢方面其實係一方面係一個示好，但係而家事後睇嚟咧，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成哥避免咗咧，因為要出售中國同香港呢個資產咧，而引起中國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嘅不滿，而可能因為咁樣嘅藉口咧而干涉交易。
咁你見到咧，其實成哥喺呢方面咧，係一個即係早着先機，而更加重要咧係李嘉誠本人咧，係透過消息講啦，《金融時報》提話佢係親自指揮、親自參與今次嘅交易。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佢應該避免咗咧，佢個仔李澤鉅咧成為咗今次矛頭事件針對嘅對象，因為李嘉誠本人佢本身個地位亦都好顯著，亦都好超然啦。咁所以而家嘅矛頭指向李嘉誠咧，就唔使將各方嘅焦點咧擺咗喺李澤鉅身上。咁呢個咧都係李嘉誠本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幾早着先機，一個幾巧妙嘅部署，係保護自己個仔。將你哋如果有批評有唔滿意嘅，就將嗰個聲音擺喺我李嘉誠身上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就算喺國內咧，亦都有一啲評論咧，其實對今次交易咧，亦都係對成哥唔係話全部不滿嘅，亦都有啲人講，你既然習近平早前見一啲民營企業家話民企嗰個角色咁重要，咁點解你而家又會針對一個民企嘅企業家長和？雖然係一個大企業，但係都係一個民企啦。咁點解你又會有咁戰狼式嘅批評咧？咁你見到其實係李嘉誠本人咧，亦都係真係早着先機咧，做咗一個咁巧妙嘅部署咧，避免自己嘅仔咧係受到攻擊。咁而家嘅發展落嚟咧，似乎正如《華爾街日報》講咧，其實內地係冇手段去干預今次嘅交易，而長和本身亦都幾乎冇選項咧，唯一係可以做嘅就係繼續進行交易。咁當然可能會有其他嘅事情發展，就係譬如中國政府會唔會喺其他國家入邊咧，係用一啲所謂政治嘅影響力係干預今次交易。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其實特朗普政府嘅影響力咧，而家今時今日咧，比起中國咧，似乎係更加重要。咁對其他國家嚟講，到底聽中國話定聽美國話咧？中間背後嗰個較量咧，而家都好清晰㗎啦。咁我相信咧，而家咁樣嚟睇咧，其實交易仍然會進行嘅。咁不過最終會唔會有啲修訂，或者係喺個金額上有啲折讓，以至係李嘉誠會唔會有其他表態咧？咁呢個我相信咧，喺嚟緊咧都會值得大家關注住。咁呢個交易咧，我相信嚟緊都仲有好多變數嘅。星期四長和會公布全年業績，雖然冇設有記者會，但我相信咧仍然都會有啲風聲咧係會透露到今次嘅事件嘅。咁到時咧再同大家拆解啦。咁今日嘅評論節目內容講到呢度，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嘅節目內容啦，大家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聽日再會。